3岁了，我要去越南。现在我喜欢这个故事是爱情救援队。爱情救援队很酷，会分享出没看的人。我们来读书吧。爱情救援队，我们去爱情救援队，哪里有困难，我们就去哪里。爱情救援队嘛，我这里发生了天气滑坡，我们找到了被看的人，一阵地出发。爱情救援队，我要说话了，经常在前进，我们得共同这样走走吧，谢谢你们。爱情救援队，我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，汽车起重机下油，我们要吊起深色的汽车。爱情救援队，我这里发生了山火，消防车加油，我们来救火，保护森林和动物。爱情救援队，我这里发生了洪水，救生船出发，我们来帮助没看的人。爱情救援队，我这里发生了地震，搜救犬出发，我们来寻找没看的人。放弃，我们很快就到。我读完这个故事了，拜拜。